后来继续来到宜兰，这个沿海是有袂少的渔船的港口，来有真济在闪演习的渔船啊。啊，渔民是真热爱哦，讲若要出海惊危险，啊若唔出海，裤底啊是底绑子，真无奈。渔会估计这个损失至少是5000万。啊，渔民讲，敢若希望军演赶紧来结束，互渔船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前几天啊，鱼市拍卖市场，话卖声音闹得滚滚，啊，即摆无人，冷冷清清，渔船无出海，就无鱼仔通批。规排渔船啊，全部停伫咧港口，就亲像风台来啊！渔港家己当伫咧船顶撸手机啊，度时间，全部都是因为中国军演扰乱渔民做工课所在。太贵啦，都无哪只啊钓鱼啊，你啊钓到鱼啊。暂时嘛是会洗过啦吼。咱出海人吃亏较多，多一粒啊，多一粒，我无就免错啦。中国大陆将在8月7日的中到12点。电台基地向海上渔船放送上新的消息，渔会嘛用险目的设水为警示区，佮一摆提醒渔民袂当划过去，尤其伫东北边三条角渔区51海里，都含真济往钓鱼台含北边三岛的船只拢休困，毋过渔民卖喊喊叫呢，因是影响3-4天也当忍耐，后摆日子若是拢安尼过，是免绝讨谈。看伊拍到当时，我就去到当时。啊，继续安尼，恁敢挡会掉？会掉啦，上挡会掉。昨天真的差不多有一半没有出去，因为他们也会害怕到外面作业。那个是实弹呢。渔会初步估计，这几天渔船停工上少了5000万的损失。中国款台军事演练到第2天，渔民讲希望会当紧恢复正常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